初中嘅時候，我記得我參加咗田徑隊。當時參加田徑隊其實只不過係因為學校要求，同埋我咁啱我身邊嘅朋友都揀咗田徑，所以我就跟住一齊揀咗。我記得當初接受訓練嘅時候，我都係用一種好敷衍嘅態度，因為當初呢個運動對於我嚟講係完全冇吸引力，淨係不斷咁重複緊一個單調嘅動作，而點都冇諗過一次嘅越野比賽就改變咗我對跑步嘅睇法。呢一個比賽其實係當初因為唔夠人，學校先幫我報名，而就係因為呢一次嘅比賽令我中意咗跑步。我記得當初比賽開始嘅時候，我企喺起跑線上面，內心充滿住緊張，對於呢項運動嘅厭倦感都越嚟越強烈。我淨係諗到前面咁長條路，我一定會好攰啦。隨住比賽嘅開始，條路就好似我諗咁越嚟越長，我開始覺得好攰，所以我就決定慢行一陣。而係慢行呢段時間，我身邊就不斷咁有人超越過我，佢哋都好努力向前跑。我睇到佢哋嗰份努力同堅持，我內心開始覺得有啲不安。我諗，如果我咁樣一路慢慢行落去，咁我就會一直俾人追上嚟，咁我咪會變咗最後尾一名。所以我就同自己講，雖然前面條路仲有好長，但係我都應該要努力完成佢。咁樣一諗，我又重新振作翻，開始加快我嘅腳步，努力去追趕翻我落後咗嘅名次。其實比賽嚟到呢度，我都明白咗，無論結果如何，堅持先係最重要。但係喺我重新振作之後，仲要差唔多跑到終點嘅時候，發生咗一件好戲劇性嘅事。我唔小心棘親自己，連眼鏡都飛埋出去。嗰一下我真係覺得好尷尬。但係令我好感動嘅係，咁啱我身邊有兩個參賽者，佢哋停低咗落嚟，走過嚟幫我執翻起眼鏡，仲要同我講咗句加油，佢哋先繼續翻返去比賽。而最後我都跟咗去佢哋後面度完成咗呢個比賽。其實佢哋幫我執翻副眼鏡嘅時候，我真係覺得好感動，但我都覺得好搞笑。我冇諗過呢啲咁似電視劇嘅劇情居然會發生喺我身上，真係冇諗過佢哋會嚟幫我。而我喺呢一次比賽之後，都真正開始享受跑步，而之前我對田徑嘅厭倦感都慢慢消散咗，因為我覺得呢一次比賽入面，我唔單止獲得咗成功感，仲教識咗我體育精神嘅真正意義。其實人生有時都好似長跑咁，會有挫折，但係路途上都會有人給予幫助，所以其實我覺得長跑係一個好有意義嘅運動。